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请咱教会从起立，圣诗第一首，请会从吟全首。兄弟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文第45篇。咱着我来启，恁来引。至圣者问：恁有甚物人亲像我？有甚物人通甲我比？恁举目看天，甚物人创造这的天？这声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效额，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上主无关心我的错怨。你竟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竟毋捌听见伊是全地创造主？伊袂夜嘛袂先，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亚神的人，伊互因有怨气；软正的人，伊甲因加添气力。少年人都为亚神，
勇壮的人嘛会滑倒。这声，毋过我我靠靠上上主的主的人人为得心得着快乐，因为亲像鹰鸟体色飞悬。因行袂赢，走袂先。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阮的喙唇要俄罗你，你是阮的石盘，也是阮的冠带。阮的拯救，阮的荣光，拢在伫上帝。感谢上帝一路引带，互阮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伫关山还是伫深谷中，阮拢无惊吓，因为阮相信，伫祈祷中，上帝会带阮平安经过。你在天顶掌权，无任何的权柄悬过你。你看顾义人道路，歹人的道路却袂依。虽然后世要吞食阮，阮犹原要出声敬拜俄罗你的名。主啊，求你监察帮助阮，活出真实基督徒的生活，也互阮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甲欠缺，借着圣神的帮助，加添阮的快乐，伫读经的生活中不断经历上帝的恩典。感谢主，求主高我今仔日的讲台，透过傅老师的分享，互来到圣殿的每一位兄弟，拢会当得到造就。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消息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台神奉献主日，该校车派邱凯丽老师、台神道硕专任教师前来本会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会公告第一，本主日下午3点到6点举行中职训练会，敬请23届中职务必参加。第二，定伫12月7星期日举行第23届中职就任礼拜，东港第2场、第3场、第4场礼拜联合聚会，请就任中职务必穿正式的服装出席参加。第三，本会定伫下主日11月13日是2025年感恩节主日。第一小点，举办感恩见证礼拜，敬请兄弟安静、圣孝、主恩，上帝献上感恩祭。第二，下主日11月24日起，本会将发送2025年油葱教会月历，主题是福音真言，敬请兄弟以加为单位，每户1份，请毋通加体。伫1楼广场签名领取。第四，11月30星期日，本会特别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时间是早时9点到下晡5点，地点伫教会副堂前面。请关会恁来带身份证，前往排队关会。关会会当得到1份精美的礼物。第五，本会定伫12月7星期日下午4点半到6点，伫油厂敬拜中心举办2025年度圣诞点灯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为着要准备这食物，参加的请伫下主日11月23日前各小组长办公室，或者是使用 QR code 报名。第六，本会定伫12月14星期日下午3点到6点，伫副堂举办幸福特会，特别邀请萧伟腾兄弟因来分享，敬邀幸福小组的 best 报名参加。报名请插各小组长，
请郭区长伫12月初7星期日前，将名单整理好送互办公室。第七，本会定伫12月21星期日下午6点到8点，举办圣诞大聚餐，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伫湾中路478号。费用是，若是会友的，咱有补助200块，所以只要交300块。若毋是教会会友，每个人就是500块。无满2岁，无占位的，就毋免钱吼。欢迎兄弟吼，11月30前踊跃办公室报名参加。报名的时阵，咱是用咱今仔日手报内底有即张吼，即张黄色的单吼，用即张来报名。第二，具体消息、丧事消息，本会长国防技术的令准顾张英顺先生，伫11月初6星期四暗上安息，并伫本主日上午9点半伫市立殡仪馆永怀堂举行告别式，求助安慰遗族，敬请代祷。第二，相助会消息有报名参加11月22星期六，要旅游的兄弟，东港上午6点50分伫油厂国小门口集合，7点准时出发。你若是赛车来，还是骑奥多摆吼，拢会当下伫国小油厂国小伊的停车场吼，有备办早顿，迄车厝吼的名单，顶下你若要落去的时阵，伫咱楼骹的公布栏遐吼，遐有搭伫遐，咱家己去看。第三，社青的牧区定伫115年1月初9到3月20，每星期5暗上7点半到10点，连续有10堂吼。举办全面理财、经商有道课程，连续有10节课吼，要教导兄弟如何管理金钱、荣耀上帝。地点伫3楼的图书室。费用是2500块，伊包含教材，名额是12名，欢迎兄弟办公室报名并缴费。咱合作社的消息是，社员消费性加利率贷款15万块，利率利息是年利率3.6%。第二，社员在职军工教警贷款30万，利息年利率3.6%。11月30前截止。教界消息，请陈牧师报告。好，教界消息吼，头一点是高雄中华传道部，伫11月29拜六上午8点半到下晡2点，有举办中级信徒的训练会。这帮的讲师是叶启祥牧师，台北中山教会的主任牧师。伊的主题是生命转变调往主，互教会成做健康传福音的教会。地点是公山教会，费用200块。因为讲要办道办道吼，一块道大概就是5000块一般就是办道若无要用餐的就免缴欢迎咱兄弟报名总之教会有备办婚车前往若要报名，这礼拜前一定要报名。第二，有报名参加高雄中华2025年抄写圣经的使徒圣经的兄弟，下主日11月23以前要完成迄个所写的稿纸交到办公室你若过期歹势可能就无人甲你送件。第三，风剧团咱这礼拜有业这个伊的广告伫这个圣诞节是咱传统音的机会咱会当透过风剧团有演出圣诞快乐、感恩有你，这个剧伫文化中心，票价是300，但是咱带领一个模特友，安尼是买一张送一张教会甲咱补贴一张请咱会当利用机会带人去参加第四，海埔教会伫11月30下晡3点。举行这个郑牧迪甲卢可尼牧师，这个郑牧迪的进前献给耶稣日代表来咱这募款牧师要就任海埔教会第13任的
主任牧师，甲教牧师，咱若要参加，请咱甲办公室报名，愿主祝福。以上。请掀开圣经列王记上19章第1节到21节。我来恭读上帝的话。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甲伊用刀杀众先知的事，拢甲亚瑟别讲。亚瑟别就找人去见以利亚，甲伊讲：明仔日约略即时，我若无互你的性命，亲像因中间一人的性命一样，愿遐个上帝加倍接罚我。以利亚看见安尼，就起来走，来逃命，到犹大的别是巴，将罗卜留伫遐，家己入去旷野行一日的路站，到一丛路顶树骹，就坐伫遐求死，讲：打煞啦！耶和华，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就倒伫路顶树骹困去。有天使来搭伊，讲：起来食。伊看伊，就看见有饼逼伫火炭的顶面，阁有一瓣水伫伊的头壳边，伊就食就啉，阁倒落去。耶和华的天使第2摆阁来搭伊，讲：起来食，因为路真远，你行无法度。伊就起来食，伊就起来食伊、啉伊。我靠即摆食的力，行40日、40年，到上帝的山，就是好的山。伊到遐入一个洞，就踮起来看。耶和华的话临到伊，甲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伊应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讲：你出来徛伫山林，伫耶和华的面前看，耶和华经过有大骨头的风，破你遐个山，遮个山，拍碎遮个石，伫耶和华的面前，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后有火，耶和华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细搁轻的声，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衫搭面出去徛伫洞口看，有声临到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伊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耶和华甲伊讲：去啊，你倒去到大马色的旷野，已经到，就着用油抹哈色做亚兰王，搁抹灵士的孙亚户做以色列王，搁抹阿别米荷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做先知煞接你。后来脱离哈色的刀，亚户要杀伊。脱离耶和华刀的以利沙要杀伊，总是我伫以色列中留7000人，伊的骹头乌袂捌跪巴力，伊的喙袂捌浸伊，
以利亚就离开遐去，拄着沙法的囝以利沙，伊伫犁田，伫伊的头前有12对牛，家己赶第12对。以利亚经过伊遐，将家己的衫披伫伊的身上。以利沙就离开遐的牛，行到以利亚的后面，讲：求你准我大声斟我的爸母，然后我就缀你。以利亚甲伊讲：你倒去，我对你有做甚物吗？以利沙就对伊遐倒去，抬一对牛，用黄套牛的器具煮肉互百姓，因就食伊，伊就起来缀以利亚来服侍伊。愿上帝话点伫咱的心内。俄勒请妇女圣歌队。谢主吼，妇女圣歌队遮尔水的歌声。讲道请邱凯丽老师。今仔日的讲题是路遥真远。咱今日是关心台湾信仰与信仰教育的主日。感谢主吼。信仰院有派邱凯丽老师吼，邱凯丽教授来分享上帝话，甲大家请安报告预防。邱老师嘛是咱迄个高雄之光嘛吼，伊是咱高雄新营教会出身吼，读台湾信仰院大学硕士了后来有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信仰院吼，读硕士读博士吼，感谢主吼，即马伫台湾信仰院吼，伫咧专任教学即个大学硕士科吼。咱会早起吼，真欢迎伊
伫咱中间来分享上帝话哈。咱拍鼓欢迎邱老师。咱牧师各位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教会接纳嘛拄则真感谢牧师的真温暖的接待甲介绍，互我有这个机会代表台湾神学院甲大家请安，分享上帝的信息。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列王记上卷第19章。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逃亡的先知。伊怎样搁再一摆得到上帝的牧养，也通过伊的同伴重新得到气力来完成上帝所交托予伊的使命。伫列王记，咱若是有详细读，咱看到故事的主角，拢是咧讲到以色列或者是遐的犹大的君王。所记载是即个王是毋是有顺趁上帝？也是伊将百姓带去偏离信仰的道路。毋过真趣味，到17章，咱看到有一个转变。这个故事的主角变成先知以利亚。这位先知的出现，是因为上帝选调伊来对抗一个邪恶的君王，就是亚哈王。亚哈王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邪恶的一个。君王，圣经讲亚哈惊上主看做歹的代志，比伊以前所有的王搁较歹。伊带西顿的公主亚西别做某，去服侍巴力来拜伊。搁伫撒玛利亚去巴力的庙，伫庙内甲巴力去弹。亚哈王甚至伫全国来迫害耶和华的先知。直接讲伊所行的叫耶和华上帝的生气，比伊以前的以色列列王搁较上重。这个亚哈王毋但是将百姓带歪偏离信仰的道路，伊甚至搁孝顺百姓的产业。伫后壁的这个21章咱有看到讲，亚哈王看到这个拿伯的伊的土地真好，就想要甲伊买来食，互家己来使用。毋过，即个拿伯伊因为感觉讲这是伊的祖先的产业伊就拒绝，无想要卖互王。亚哈王知影了后，就非常的郁卒伫遐害惨真无欢喜。即个王后亚西别知影了后，就讲谁你做王连一块土地嘛摕袂着好，我来处理即件代志。伊就设一个计谋。这个亚西别就使用2个匪类来做假见证，控诉这个拿伯来亵渎上帝甲君王。结果后来咱知影拿伯互人用石头钉死，亚哈王就顺势真合法来夺取这块葡萄园。看到这款的行为，咱就知影这个王非常可恶。毋但带百姓离开上帝的道路，连百姓的产业嘛要抢夺。其实圣经虽然敢若记载拿伯的故事，毋过呢，有可能拿伯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尔，其他无记载伫圣经内底迄款悲惨的故事，毋知有偌尔济。所以先知以利亚就是伫即款的情况下面来受到上帝呼召来对抗。亚哈王甲才会正巴力的先知。一张 PPT 好，列王记上卷伫17章、18章伫遐，就记载即个先知对抗即个巴力先知的一个过程。咱看到即个故事真有戏剧性搁像先知甲亲像有即个气上武器。先知讲我记永远的上帝讲若是我无对伊来祈祷即几冬都无落雨，无落水。结果后来咱知影，后来以色列全地真正有3冬的即个大旱旱遐尼久。佮第三冬上帝差遣以利亚去见亚哈王，而且应允讲我要落雨。
先知伫遮佫公开来挑战亚哈王，爱伊来调集正以色列的百姓，甲巴力的先知450个人，以及即个亚瑟拉的先知400人，拢去加比山。以利亚先知甲因比试，这比试的条件是讲，咱两边拢备办祭坛、祭米，毋通家己来点火，咱着求求咱家己的即个上帝，也是咱的神明，看什么人的上帝会降火来烧这的祭米，什么人的上帝就是迄个真神。咱知影即个巴力的先知对伊早起伫遐呼求祈祷到暗时。大声祈祷，搁伫遐跳舞，甚至用刀来割家己的身躯，总是这个神明拢惦住，无应答。若轮到即个先知以利亚咧，以利亚无伫遐表演，伊只有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百姓知影，你就是迄个真正的上帝。伫即时。这耶和华的火就对天来降落，将这祭米拢烧了了，甚至是边仔的石头甲四周围的水沟内底的水，完全拢烧尽。这百姓看到就趴伫涂骹讲：耶和华你是上帝，耶和华你是真神上帝。当然后来以利亚有带一群百姓当场来处决巴力的先知。咱知影，因为这亚瑟别。伊进前有迫害这个上帝的先知，所以咱看到遮，咱会感觉讲，咱的心肝应该真欢喜哦！即个邪恶的君王受着审判，百姓的心活倒转归向上帝，看起来哇！即个故事的结局真光明，所以咱应该感觉讲，哇！这代志就安尼结束啊！毋过，就伫今仔日的经文19章，忽然出现一个转折，有一个真大的转变。亚瑟别听到即个消息了后，真生气，伊就找人去见以利亚讲：我若无伫一天内底，互你亲像遐个先知共款愿我的上帝加倍来责罚我。亚瑟别。未开始做任何代志，伊跟他讲即句话尔这先知以利亚煞惊着，伊就开始逃亡。咱看以利亚先知的即个反应，甲伊伫加密山顶面迄款勇敢对抗亚哈王的先知迄款的形象，真正是一个真强烈的一个对比。经文甲咱讲，以利亚伊一路一直。逃亡行到犹大南边的别是巴，这代表讲，其实伊若是逃亡，伊想要完全离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嘛要离开上帝所交代互伊的这个使命。所以以利亚伊就入去旷野，行一路行一日的这个路程，来到一丛老林树骹。圣经讲圣经甲咱讲伊。坐伫遐，甲上帝求死，讲当好啊，煞去啊，上帝啊，求你互我死啦，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遐个祖先搁较好。伊伫遐怨叹，伫遐讲煞去啊，互我死好无？上帝，你互我死。其实以利亚先知的祈祷嘛，甲摩西真相款。伫民数记11章15节伫遐有记载讲，摩西嘛捌因为伊的责任受重来甲上帝来求死同款伫遮以利亚先知感觉讲，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是一个失败的先知，我无比我的祖先搁较强。伊感觉讲家己的努力无有产生一个决定性的改变，这巴力崇拜搁存在哇！这个亚瑟别伊的关系阁遐尔啊大，伊本遮所期待的是一个宗教的改革甲复兴，不离个即个现况，互伊感觉非常的失望到，甚至到即个绝望的即个状况。伫以利亚先知的绝望上帝，咱看上帝无有甲伊责备颠倒
颠倒伫伊逃亡的时阵，找见天使2摆来供应伊食物甲水。以利亚想要离开伊的使命，伊的调命，总是上帝伫伊上软弱的时阵，搁再一摆对伊来出现。请用 PPT 一张。咱看到伫遮上帝，互伊看到有大风、有地动、搁有火。伫圣经内底，这自然界的即款的现象，大风、地动甲火，恰恰是上帝临在的一个兆头。不过圣经嘛真趣味，佮甲咱讲，上帝有大风，毋过上帝无伫大风；有地动，毋过上帝无伫地动内面，地动的中间有火，上帝嘛无伫遐，无伫火。上帝选择伫轻甲水的声音来临到。其实即款上帝显现，也是讲出现的一个方式是不止特别。圣经学者甲咱讲，其实这表示上帝的信仰，耶和华上帝的信仰是甲巴力的信仰真无共款。咱知影巴力是掌管即个防护单位讲也是西拿的即个等于讲是偶像。若是上帝嘛共款用火、大风甲地动来出现。刚才咱会想讲，其实上帝你嘛甲巴力差不多尔。上帝你就是甲巴力共款的上帝。毋过有大风，上帝无伫大风；有地动，上帝无伫地动；有火，上帝嘛无伫遐。伊用轻甲水的声音来对以利亚讲话。上帝要表达伊有主权，嘛要表达讲伊甲即个巴力、即个生命完全无共款。咱即马过来看以利亚先知怎样来回应上帝。虽然咱拄则看到有风、有地动、有火，毋过即个先知伊经历即个新约，伊的心无完全，也是讲无马上就来改变。刚才咱就想讲，伊是毋是有即个重度忧郁症造成的迄个忧郁症的迄款的心境，伊的回应伊感觉讲甲第10节共款，因2摆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倒汰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阁要孝顺我的性命啦！煞去上帝！这表达其实伊的迄个绝望已经真大底，伊失败感一直伫遐，伊的心门无法度来拍开。接续啦，咱看到上帝无伫遐，一直伫遐说服这个以色列这个以利亚，伊嘛无想要佮伊伫遐讲道理上帝直接差遣以利亚讲：你起来行，你起来行，而且上帝命令伊去用油抹即个哈瑟做阿兰王，抹亚户做以色列王，佮抹以利沙接续伊来做先知。上帝互以利亚2个真要紧的启示。第一就是有人会接受你来延续即个先知的使命。这表示讲上帝的工作甲计划一直会进行，会继续落去。即个先知的重担甲责任，有人会接。上帝想要甲以利亚讲，虽然你真野心，你真孤单，你真忝，总是咧，我上帝早就已经备办，有人来甲你做伙担即个重担。第二就是讲，更较要紧，上帝甲以利亚先知讲：你毋是孤单一人，你毋是孤单一人。拄了即个以利沙，上帝甲伊讲：我伫以色列阁留即个7000人，因的骹头有毋捌跪拜即个巴力，因的喙毋捌浸伊。即个7000的即个数字，真有可能是一个上顶的即个数目总是
意思是讲，其实有一群人，虽然无介济，但是嘛袂少。即群人，因阁是对我真忠心的百姓，因是我的子民，因无对即个邪恶的即个势力来妥协。上帝甲伊讲的遮个话，毋若是回应伊的迄款孤单的感受，嘛是甲伊讲，即个对抗邪恶力量的即个战争，毋是你一个人咧拍。其实我有陪伴一大群人，真忠实的百姓，甲你做伙来努力。兄弟姊妹，即个故事对咱有真要紧的即个提醒。检测咱中间有人承担真重的即个服侍，咱可能无参像以利亚迄款有即款气象武器遮尔有法度即个大能力。不过咱可能甲伊有共款的感受，咱服侍真孤单，咱的责任有够重，咱边仔迄款的力量真大其实这个故事甲咱讲，就算参像以利亚伊遮尔有大气力会当有遮尔大的即个力量的即个属灵的，那亲像是一个英雄。其实伊嘛有真，会是讲 burn out， 还是讲伊有可能会感觉真孤单、真绝望。我拄则有讲，伊可能已经重度忧郁症迄款的，有迄款的迄款的感受。这个人是毋是就伫咱的中间呢？其实这个人嘛真多因需要有人甲因相合行，嘛需要咱去甲因讲，你毋是孤单一人，你毋是孤单一人。这个人真有可能就是咱的牧师咱的长职圣歌队的即个这个成员，还是讲咱的关怀长职咱的小组长等等，咱的宣教的这个同工这个人需要咱的甲因相合行，需要咱甲伊来同工。所以今仔日上帝就是嘛呼召迄个7,000个人，上帝嘛呼召迄个7,000个人，就是咱每一个人来做迄阵忠心的子民，来甲上帝相合行。所以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要紧的信息，就是讲上帝对以利亚启示，我有留这7,000个人，无对巴力来跪拜。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启示，就是讲上帝搁再一摆甲以利亚先知讲，有一群圣约的群体真明确有伫遐。虽然以利亚可能看袂到，因可能秘伫墓空，因可能的声音真微细，因的声音袂真大声。不过，因看起来虽然讲真微微无悬无细，毋过因伫遐，因一直伫遐。伫上帝的眼中，这个忠实的百姓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今仔日这7,000个人，就是咱的教会。咱教会就是这群忠实的百姓，无对邪恶的势力来妥协，嘛无往这偶像来跪拜。拄则咱有读到以利亚对上帝祈祷讲你互我死，上帝不准伊死，上帝不准伊死，上帝嘛无要爱伊一个人孤单来承担这个重担，这个使命。今仔日的教会咧，上帝嘛毋是互一个人来承担，上帝有呼召咱加做迄个见证的圣约群体。咱教会毋是讲咱感觉讲看一个人咧做，或者是讲某物人较贤，检测咱感觉咱家己较真卑微，无啥物才调，讲话真细声，总是上帝嘛呼召咱每一个人，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加做迄7,000个人。这7,000个人就是陪伴先知以利亚来相合行的群体，因为有因以利亚才袂感觉孤单。
这7,000个人是圣约的见证人，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因坚持遵守上帝的即个律例。这7,000个人嘛是教会历史顶面即个历代即个历史，甲主三角形会当讲小群，也是讲即微细的即卑微的一群人。会使讲因是黑暗中微细的光，不过若无因，咱今仔日教会的使命就无法度来延续。兄弟姊妹，若是咱教会会当活出即款忠实即款忠心的即款甲服侍者、甲上帝三角形的即款的精神，咱的服侍就无过是重担。咱的这服侍者，咱的牧者，咱的长子嘛，袂感觉真孤单。上帝对以利亚的呼召，咱即马来看即个以利沙。即个上帝对以利亚的呼召，毋干那是讲你搁倒转去做你即个先知的使命，是伊有备办一个计划。伊命令以利亚去即个抹以利沙接续伊做先知。以利沙是互上帝所呼召来受装备，甲以利亚三角形的即个门徒。咱知影后来伊捌陪以利亚行一段真长的路，服侍伊亲像约书亚来服侍摩西共款。以利沙的出现，就是上帝的应允。上帝甲以利亚讲：“你毋是一个人，你毋是一个人。”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使命，就是传承、训练甲三角形。咱也相信，咱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群体。即个群体要延续伊的使命，就一定爱有真好的装备。咱嘛需要培养咱的后一代即个以利沙来接续以利亚的使命，来领受上帝的恩赐，继续伫遐来做上帝真要紧的工作。今仔日咱的教会内底，咱敢有亲像即个以利亚共款？伊担即个真重的担，感觉我的使命真重。这个人，这 PPT 有一张，这个人其实伊嘛有忝的时阵，所以咱爱常常转来问讲，咱是毋是甲咱的牧师，甲咱的长职，咱的这服侍者三角形的迄个7,000个人。上帝嘛呼召咱每一个人，咱毋是伫边仔看尔。可能咱袂感觉咱是有即个全职服侍的即个呼召，毋是无拄咱拢有即个读神学院的呼召，总是咱就是迄个7,000个人。所以咱的神学教育嘛是为着要装备这7,000个人。阮的神学院嘛有。即个信徒教育，信徒神学教育，阮伫即个阮有开一寡课程，即个线顶的课程来装备信徒。其实咱的信徒嘛需要受装备，所以会当加做迄个7,000个人，甲咱的牧者，甲上帝三角形。所以伫遮我要邀请大家，来支持神学教育。无论咱家己要回应即个呼召，或者是咱边仔有人，咧思考讲我是毋是要来读神学院，咱可能加做迄个关键的迄个同工，还是迄个长辈来鼓励，即个要考虑要来报神学院的即个人。其实即马阮的神学院内底毋但有少年人，嘛有足济第二职业甲第三职业的学生甚至阮有迄个读过博士，嘛有伫大学做过教授的学生
因对神学感觉真有趣味，因想要受装备，因想要对圣经有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人吼，就真做阮神学院真要紧的资源。所以无论是少年的朋友，或者是你是第二生涯、第三职业的这个同工，拢真欢迎你来报名神学院，真做回应上帝的呼召，真做上帝国的工人。第二邀请大家真做迄个7000人的一个。我拄则有讲，即个上帝用轻甲碎的声音对以利亚来讲话。其实，这轻甲碎的声音，就是咱平常时，咱平常时感觉咱家己真卑微，咱的声音真碎，咱就是迄7000个人其中一个，咱真要紧，咱伫即个使命内底真要紧。若无咱即个7000个人，这以利亚先知，伊的使命无法度来完成。最后邀请大家每一日甲上帝相合行，嘛甲以利亚相合行，无互伊孤单一人。上帝的使命伫今仔日还咧继续，伊咧超找以利沙，嘛咧超找迄个7000个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用你的话，搁再一摆激励阮的心。你知影阮中间有人亲像以利亚共款。以前刚强打煞，感觉真野生，真无气力，真绝望。嘛有人感觉家己真卑微，毋知影怎样回应你的呼召。求你帮助阮，互阮会记得，阮毋是孤单一人。你已经为你家己保留迄7000个人，也帮助阮每一个人，真做即个忠实的子民，愿意甲你相合行，甲你的仆人相合行。求你兴起，阮的教会，阮的神学院，真做训练以利沙的真好的即个葡萄园，互你的圣工继续延续落去，也互每一个服侍你的人有同伴、有支持、有愿望。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回应诗圣诗618首，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咱就信靠上帝。是
请陈牧兄弟师。姊妹，咱感谢主吼，透过今日信息知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做迄个无巴力跪拜的7000个人，互像以利亚上帝罗卜无孤单无软正，也当继续来承担上帝所交托的使命，佫会当来兴起，亲像以利沙，会当续接这个使命，会继续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咱为咱家己祈祷，为了教会牧师，为了咱教会有真侪受新人医培养受车检咧牧会的牧者，还是打伫新人医受训练的，将来要互主使用的上帝罗卜，咱拢替伊祈祷。嘛为着教会来祈祷，咱已经感恩圣诞的节期，有足侪活动庆祝，但是毋是干那闹热梦，也会当互人知影，耶稣就是世间人的救主。咱也为着传福音的事工，互各得救的人加添伫咱中间献上祈祷，嘛为着咱中间软弱的肢体来三体祈祷，愿主的医治稳定开力伫的身躯顶，互因经历医治，恢复健康，继续来跑走上帝的路。咱也为着咱台湾有经历这个风台影响造成到伫无论是花莲的灾情，还是宜兰的灾情，求上帝帮咱会当紧紧恢复互政府较有效的措施，互因会当减轻这个苦读咱为这拢献上代祷，为了台湾国际关系，特别甲美国这个关税的谈判会当紧紧有好的结果献上代祷为了世界和平来祈祷。现在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互阮伫台湾新人医的奉献主日，主啊，透过你的话知影，主啊，多谢你，互阮伫台湾这个充满拜偶像的导师，阮会当受分辨出来。主啊，阮会当真做迄个无巴力跪拜的7000个人。主啊，我毋是显你微小。主啊，阮若听到你对阮讲，你伫这个所在咧创啥物？主啊，阮就是哪敢听到你的声。主啊，阮应该就要为着你大发的心。主啊，阮知影阮无孤单，阮无微小。你也要兴起上帝你的工人。主啊，你要兴起更较侪的人甲你同工。主啊，互阮会当甲你同工来兴起。主啊，你的教会。主啊，广传你的福音，互台湾更较侪人来归向你。主啊，所阮伫这个感恩圣诞节期，阮有做庆祝的活动，毋是干那庆祝，咱是要传福音。主啊，将耶稣是世间人的救主，这个福音来报传福音。主啊，阮用听心、用行动、用祈祷会当来为你做见证。主啊，互得救人加添伫阮的中间。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感谢你会当设立新人医，透过新人教育来造就人，互你使用。感谢你，互教会拢会当得到兴起。主耶稣，阮也将阮的国家交托你。主啊，特别阮有拄到这个风台影响，伫花莲、伫宜兰拢造成真大的灾难。求你帮助，互民间、互政府同心协力。主啊，中央甲地方会当帮助这个灾民，紧紧来脱离灾难。主啊，多谢你，互阮高雄中会也会当关怀伫受灾区。主啊，你也祝福谢顺牧师伊带领的教社部所做，拢诚侪祝福伫伊的中间。主啊，求你保守阮的国家，互阮的国家因为你的恩典，互阮若关税谈判。阮两岸的关系，人拢会当好的方向来发展。主啊，这个世界，主啊，也有真侪伫战争苦难的中间，求你怜悯，求你帮助，互因紧紧得到和平。主啊，阮将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你。主啊，特别软正的肢体，愿你的医治到因，互因恢复健康。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若有甚物款的病痛，
阮有什么款的艰苦，阮有什么款的重担，主啊，阮向你恳求，主啊，阮交托给你，主啊，你讲阮将一切重担会当效你，主啊，你替阮担当，互阮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功劳，阮会当来领取你所互阮的恩典。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恩典。这咱今日即首带领咱来修奉。今日是台湾新人医的纪念主日吼，有这个奉献录吼，咱也多谢新人医，透过新人教育培养教会工人，互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即马足欠工人，足欠工人，咱就爱兴起工人，为着更较侪人会当来献身来祈祷。有更较侪人会当受训练培养、受册派来牧养上帝教会，来兴起主的福音。咱也爱为着遮拢献上祈祷。咱也透过咱的奉献，毋嘛会当接受祝福，伫神学教育，互因伫即个神学教育所需要，拢无欠过。咱起立来迎奉献祭。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感谢你丰盛的赏赐，补助阮逐项的欠缺，互阮无论伫职场还是家庭，拢平平得到祝福，享受满满的疼甲恩典。当阮献上金钱，诚做教会圣工路用，愿主甘纳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恳圣诗635首。请陈牧师，咱恁通平安去。愿上帝微小的声音会当对恁发出，互恁得到安慰，互恁得到鼓励，互恁得到快乐。知影上帝甲恁三甲伫地，恁无孤单。上帝恩典教育恁用，互恁所做的拢得到上帝感纳。透过恁的祈祷，透过恁的奉献，来兴起神的教育，来培养上帝国的工人，来兴起上帝国伫地里，也像伫天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达，
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这事教永世代无尽。阿门。